再來看這個民進黨中華縣的前議員江欣一方呢，伊是涉嫌在林內詐領助理費超過487萬，目前這是予人收押3個月啊。昨昏這中華地檢署是照違反貪污治罪條例，甲提起公訴。即馬這江欣一方到底敢要繼續出來選縣議員呢？黨部是表示講已經送去廉政會來處理。中華縣前議員江欣一方去年底因為涉嫌佇任內詐領助理費，予人收押。經過3個月調查，中華地檢署依照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，針對江欣一方甲助理等人提起公訴。本署偵辦前縣議員擔任彰化縣第17到19屆議員期間，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，以不實申報等方式詐領助理補助費共487萬多元。經檢察官偵查終結，以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提起公訴。檢方調查指出，江欣一方為2010年到2022年擔任議員期間，涉嫌利用人頭詐領助理費487萬外塊，用佇私人甲辦公室的開銷。檢方表示，江欣一方已經認罪，求刑9年6個月，申請褫奪公權、沒收犯罪所得。其他4位被告求刑3年7個月加5年的有期徒刑。江欣一方在收押期間得到民進黨提名參選議員，中華黨部表示已經送中央黨部廉政會處理。伊之前縣黨部有提名伊，所以講即馬愛由咱迄個中央黨部的仲裁委員會來決定啦。最後決定權嘛是佇仲裁委員會。民進黨中華縣黨部強調，任何違法的行為攏愛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目前江欣一方防起訴這案已經送中央黨部廉政會議處，會依照議處結果來處理。記者楊淑晴中華報道。